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台中有一间真特别的公益咖啡馆，10年前只是伫一间动物病院内底长辈烧酒啉咖啡的角落。2018年发展为公益咖啡厅，这服务人员拢是超过70岁银发族，上济岁志工今年102岁，因阁组一团千岁合唱团，常常互邀请到台湾各地去表演。最近由一群老人志工用心经营的公益咖啡馆，充满活力，嘛不断地传送着正能量。来看因的故事。不断地帮这些长辈们创造他们人生中的 milestone。咖啡老师来教你们如何手冲咖啡，让你们有重返社会的一个信心。冲到外面再冲进来，这样子。最优雅、最骚包 pussycat 形容猫最棒的一个形容词。来唱歌的是一个健康的前奏，也是年轻化的前奏。它只有一个 purpose， 就是生命教育。他是心脏病，所以要固定回诊。他叫猫咪大马，对，今年大概3岁。身体无爽快，猫仔狗仔来病院，这是动物病院的日常。你身为一个兽医师，在过去大家以为兽医师他的责任就是把动物照顾好，错，宠物跟人类环境科学是息息相关的。短腿动物需要随时助理用心照顾，健康的高嘴狗仔对主人来洗身躯。是谁？巧克力。没洗好的话，剪好啊，要打哪一支电话？毛毛。阿北，我知道。阿北，你帮一起毛毛一下。好，阿北，你帮我帮他量个体重啊，我先帮你挂号。好。动物病院内底生老病死的故事，逐天拢在发生。交换这是为宠物性命终点，不过嘛是人生跑道另外一个起点。蒙皮表告真侪年前，我是一个白头毛士大人，会知影习主会啉咖啡的所在。咖啡这件事呢，它源自于我爸爸刚退休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建议我爸爸说，不然你就到总院去，每天早上去那边稍微垮节顺节的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也邀请了一些他的朋友一起去喝咖啡。欢迎光临。2018年，因为动物福利的角度出发，决定调集较侪退休了后是大人，伫咧公益咖啡馆展开更加精彩的后半场人生。咖啡来了，请喝咖啡。当年一群老大人正做服务人员，因逐工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咖啡要如何泡才顺口好啉。老人家他们都会觉得说，我行吗？我都这个年纪了，我平常在家里都是啉茶啦，泡茶，那我会冲咖啡吗？就是要让你们有重返社会的一个信心，让你们就是找到新的价值。利用我来佚佗顶哦嘿。希望到第6片的公益咖啡馆，拜1到拜6拢2个志工值班，或者包台作业含冲咖啡的工作。公益咖啡学名叫做烧鸟，有一个真有说服力的充分理由。我本人在美国主要学的是猫病。外国人形容猫最棒的一个词 ，beautiful、cute， 什么都不是。Your cat is pussy。
那是形容猫最棒的一个形容词。年纪上大的罗连志讲是戏，今年102岁林友波，人拢叫伊老顽童，是咖啡馆的最佳代言词。以前的小的时候，我也在那边培训过3天。那会晓冲咖啡，伊嘛是即马金氏世界纪录上高的羽毛球选手。100多岁还在打羽球。太大了，我26 3天，每一个人的心态都很年轻，所以我虽然年纪最大的一个人在这，今年已经列入102岁的话，我也感觉到也有向他们来看齐，自然而然我也会变年轻化，倒退了70几岁、80岁左右了。当年的789俱乐部，年龄层为70、80到90度区，即摆已经有人活到100多岁，啊人黄金树是内底上少年的志工。感觉讲也是爱行出来啦，较袂老年痴呆。啊，无阮早囝上班，啊我家一个踮厝的，啊搁疫情安尼。阮隔壁迄拢甲我讲，你爱行出去啊！你无行出去，淡仔戆戆坐一工会害哦，这样子啊。志工到底要做什么？你嘛就是电话开咧，啊泡咖人客来泡咖啡互食啊。啊我是感觉安尼嘛袂歹啊。公益基金来自自由乐园，一张活力杂照，拢是70岁以上的老大人，作为经营咖啡馆的一片天。阮大家拢真好啊，大家都好姐妹啊。就这大哥大姐一起守岁还很好，应该是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午安。我们今天要冲咖啡，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好。大范流是这张是大人的指导老师。5年前因为咖啡过严，到即马嘛拢会无定时来提醒大家冲咖啡的技术，期待互相同齐求进步。冲出去再冲礼拜。范范老师，我们就拜托他，我们好朋友，我说你来教一下这些长辈。从此以后，这些长辈一个一个通通会冲泡咖啡，那我们就正式也开张，让他们重新回到社会，用各种方法让这些老人家去发掘他们的 value， 他们的价值，把他们的第3人生，延续下来了。位在台中市西区的公益咖啡馆是一个提供银发族聚会、担任志工服务人群的地方。这里不止弥漫了咖啡香，还有歌声缭绕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。企业生命周期又来到一个，是煮咖啡煮到又开始有一点点 boring 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知道说，差不多了，是该再做一些改变了。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千岁合唱团，好，那也是请老师来指导，让他们从这个乱唱一通，一直开始慢慢去 modify。就是不断的帮这些长辈们创造他们人生中的 milestone。趁机会向前跑，向浪心头有叮当。所以现在已经有一半的曲目可以不用朗读，这已经是很不简单了。那未来他们会有分部啊，或者是其他的轮唱之类的，更多的变化。来唱歌的是一个健康的前奏，也是年轻化的前奏，所以有唱歌的人呢，心态也变得不一样，自然而然会年轻化。以前就是麦克风，人家就开始紧张啊，唔知要安怎唱。啊，即马来这较自然啊。因常在逢邀请参加演出，兼去人群提供又付出。我比较木讷，
就不会应酬，那我就是认真的煮咖啡。因团上热情，含正能量，嘛配家己后半场人生，拍开战场。有个第二平台，走出人群哈，然后服务社会。那些年轻人来我们这喝咖啡呢，跟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聊天的话，可以吸收一些就是说我们这些银发族的人生历练，自力更生。好，你把它当作企业来经营，然后呢，你不要去募款。我们平常冲泡咖啡的所得呢，全部回馈给亚洲动物福利协会来做儿童的生命教育。欢迎光临来喝沙猫公益咖啡，谢谢你。因为公益出发，用歌声放送欢乐。这年6年之间，在动物病院内底收集能量，用咖啡传达热情，替后一代生命教育继续尽心力。